过来是台中的太平一间人家厝，半暝啊3点外火烧厝，消防员真紧就甲火拍花，也毋过也是伫个2楼的房间发现2个人，互大火烧死伫个门床顶，一个是女厝主，一个身份不明。讲这个女厝主平常时啊是甲后生住，火灾发生的时阵，后生去上夜班无伫个厝。厝边讲，昨暝本底是要招这个女厝主出门，但是对方无介意去，想袂到发生意外。半暝3点外，厝边听到因家附近发生火灾，赶紧通知消防队。虽然火势无大，迅速拍火去，但事后发现姓姓女厝主甲一名身份不明的人消失伫2楼的房间内。没有办法确认。哦，他们是倒卧在床铺中，就对了。对。甲厝主做伙住的后生，当时上大夜班无伫厝，住伫其他的所在。听到消息，赶逐个查囝嘛伫门口痛哭。2个人对着另外一名死者的身份无愿意加讲。厝边嘛讲，当天暗时阮母约厝主出门，但是对方拒绝，想袂到发生意外。他说他不要跟他去，结果是不是跟朋友去喝酒不知道。对，所以他平常有喝酒的习惯。平常有时候会喝一下酒。对。又喝酒又有抽烟，是不是抽烟还是醉了哈？引起的不知道。消防队调查导火地点初步确定，就是2个人休息的房间，刷来嘛透过火场监测，厘清是不是真正是分早啊引发火势。